陈小姐你好，恭喜您获得了本次比赛冠军，麻烦请您跟我回演播大厅领奖吧。没事没事。下面我宣布，本届海生女儿的总冠军是秦冰小姐，恭喜秦冰，恭喜！有请我们的林小姐有请。秦小姐，恭喜你成为聚美优品形象大使。你今天表现出来的这种正直、这种真性情，让你成为了自己的代言人。你的美丽事业，聚美优品将会终身赞助。恭喜！太牛了，这个秦冰，可以啊！刘一鸣，刘一鸣，快出来，秦冰拿冠军了！对，帮我订一个明天最早的航班去海州。好，谢谢。你要去哪儿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大半夜的，你又发什么神经病啊？过两天我爸过生日。是吗？是。是吗？是。是不是？不回答也没有关系。我知道嘛，一整个晚上不知道梦妮儿去哪儿了，当然该着急了，所以明天就该回去了，对吧？不是。狡辩也没有用，就是。你是不是真的要回去？刘一鸣，你就不能好好的拍几天戏吗？这才几天呢，你又要回去？那是不是之前我说的那些话，你都把我当耳旁风了？行，你回去吧，我再也不会管你。刘一鸣，我告诉你。你就是一逃兵，你过去是，现在是，你将来还是。我怎么逃兵了？你说你怎么逃兵了？你给我爸过生日怎么了？你爸是过生日吗？刘一鸣，我告诉你，我瞎眼了我！少跟我说这些废话。你们不知道这种事情的后果有多严重吗？名誉损失了，一辈子都找不回来的。现在跟我说好话求情了，我告诉你们，这是你们自作自受。好吗？别跟他们生气啊，不值得。好啊，陪妈妈坐会儿。嗯。儿子。你说昨天晚上，观众能信吗？我觉得大部分观众都应该相信吧。可我还是很担心，那个叫秦冰的女孩是不是你朋友啊？是啊。这个丫头挺聪明，胆儿也够大的。没想到最后来了这么一招破釜沉舟，反败为胜。够厉害！
老妈，那这么说，考验选手的那一个环节，真的就是个救场啊？自从你跟我说过这事儿以后啊，我最近都没睡好觉。我好好想了一想，干脆做个人情，来个顺水推舟。秦斌这么聪明的女孩，不会见好不收的。儿子，你是不是觉得妈妈有点儿……没有，老妈，真没有。梦妮儿，怎么没看见梦妮儿出现在比赛现场啊？他退出了。退出了？在主办方找了他几次之后，他对我说，他经历过了，他也看到过了，他不认同的游戏规则，他放弃。这丫头倒是值得我好好跟她谈一谈。小时候，妈妈对我讲，大海就是我故乡，海边出现，海里成长，大海啊大海。喂，冰冰啊，我在陪我爸呢。哦，我还忘祝贺你了，恭喜你拿冠军。是啊，院长都表扬我了。哎呀，你怎么没参加比赛呀？那我不是胜之不武吗？我说啊，你也别夸我了，我那儿啊叫被逼无奈。谁知道那帮人真的假的呀？哎，我可挑你理了啊！你不参加决赛怎么不告我一声啊？你们家刘一鸣都要急疯了。哎，我可跟你说啊，刘一鸣天天看你比赛，知道你没参加决赛，那急疯了一样给我们家关海打电话。您现在可是挥一挥手就能牵动千军万马。喂？我在听。冰冰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爸正叫我呢。爸，是冰冰的电话。她告诉我，她拿了冠军，可高兴了。志恒也问我来着，说我后不后悔退出比赛。我不后悔，其实我也没有想过。他问我的时候，我才突然意识到，心里一点遗憾的感觉都没有。你说奇不奇怪？怪。怎么怪？像古语。说我像妈妈呀？没妈妈好看。好看。好看。哎，你跟我妈认识的时候，是不是也像我现在这么大？古语大学毕业了。他不是我的学生。是，他不是你的学生，他是在实习的时候到你们设计院，你们才认识的，对不对？我知道我的年岁大，我没有恋爱过，我只喜欢古语，我就喜欢古语嘛，我就喜欢古语嘛。我知道的，我都知道。爸，其实你跟我妈在一起，是不是也像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样，不被大家接受，不被大家认可？现在我终于知道了，为什么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讲了这么多年，
大家还是喜欢听，因为真正的爱情从来都是不容易得到的。罗密欧啊，罗密欧，为什么你偏偏是罗密欧？否认你的父亲，抛弃你的性命吧。也许你不愿意这么做，